佢自己行埋咗去咯，應該係。嗰邊咧咁。唔知啊，邊個快行過去就係邊個㗎啦。展成係專玩呢啲嘅喎，挑波呢啲咧。哇！少撚到個爸爸，正啊！撩慣嘢。望下啲家長先。幾多嘢撩？今日點解撩兩嘢啊？你咁樣未問啲嘢。官多人見夫喎，冇人見過。呢班友仔黐線嘅。我如果佢差呢啲啊，係啊，佢冇踩翻住，係第一個控我下。Perfect. 起碼 1 2 3 1 2 3 1 2 3 1 2 3， 喂。好，咁多位運動員啦，咁啊麻煩留意啦。咁如果聽到咧，我叫你哋嘅隊伍嘅名字嘅時候咧，就麻煩過一過嚟我呢邊。係啦，頒獎即將開始，咁就留意翻啦。跟住咧，我係會頒發呢一個男女子混合U10嘅 B 組賽事嘅獎品。係啦，咁首先咧，我想係拔萃小學啦、油尖旺、香港培正小學 U10。同埋彩虹足球隊嘅，咁麻煩教練或者家長聽到你哋嘅名嘅時候，就麻煩過嚟我呢邊，係啦。阿橋呢度啊嘛，阿橋呢度空晒啊！我哋呢度啊。好啦，再嚟多次啦，我想問下香港培正小學 U10。係拔萃小學油尖旺，好拔萃。油尖旺係油尖旺呢度，油尖旺。係啦，呢度自己隊長啊，呢條。隊長最尾啊！隊長坐最尾幫手接上去，隊長最尾幫手接上去，隊長接上去，好呢度，隊長小學。
個獎會跟住次序就係由冠軍、季軍啊、分子獎翻嚟嘅。大家都留意翻啦，如果想影相嘅，大家喺運動員嘅後面啦。如果陣間想喺個雞排前影相咧，我哋係白線喺度嘅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喺呢邊就影翻相。另外留意翻球賽係正在進行嘅，咁就唔好入翻綠色範圍，係啦，留翻少少位俾佢哋。家長係啊，留翻少少位入翻場地，係啦，因為小朋友比賽，係啦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好，咁即開始啦。咁各位小朋友家長大家好啊！咁歡迎大家咧又嚟到呢個將軍澳嘅寶康公園足球場，咁就參加全港嘅區際5人足球推廣計劃2025全港區際5人足球同樂日。咁咧即將會舉行咧就係頒獎典禮。咁我而家有請咧俾住地直有先歡迎我哋嘅今日頒獎嘉賓，新界區體育總會主席張任龍先生 Alex， 有請張生。咁首先咧，我就會頒發咧男女子混合組嘅 U10D 組賽事。咁得到冠軍嘅係拔萃小學，有請拔萃小學。好用㗎啲番茄，我哋會揾。好，歡迎晒拔萃小學啊！咁亦都請個張生同我哋嘅運動員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先。係啦，咁啲小朋友望住爹哋媽咪，係啦。好，另外嚟到邊隻手勢嚟，大家一齊都咁辛苦嚟，耶！係啦，望住爹哋媽咪，係啦。係非常好，好唔該晒。好啦，咁我哋接住落嚟咧就會頒發呢個季軍嘅獎項。季軍嘅得者就係油尖旺，恭喜晒油尖旺！好嘢，靚仔歡！好，油尖旺可以啦，係啦，麻煩晒油尖旺。3要開㗎啦。2粒都係剪成，係2粒都係剪成，挑入去㗎嘛。睇住啊！好，恭喜晒油尖旺！咁我哋接住落嚟咧係杯賽嘅亞軍。咁得隻咧就係香港培正小學嘅 U10， 有請香港培正小學。嚇？唔係。子樂啊，爭少少。好，張生，我等下先，我哋更正翻先，因為咧佢啱update咗賽事嘅結果啊。咁首先係得到亞軍嘅咧，其實係應該係油尖旺，而季軍咧係香港培正小學。咁可能我哋咧就要再轉一轉個獎牌。係啦，唔好意思啊，麻煩張生。好嗱，唔緊要，我哋排班隊出嚟先，我哋排班隊過嚟，係啦，我哋排班隊過嚟。頭先我排班隊出嚟，先排隊出嚟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啊。
啊，後邊啊！好，培正我哋等一等先，係啦，我哋培正等一等先。咁啊，我哋頒咗俾培正。哦，有啊！哎呀！咁我哋頒獎嘅係個季軍杯賽季軍，係啦，香港培正小學嘅 U10，香港培正小學嘅 U10係。嗱，跟正下呢個係杯賽嘅季軍，杯賽季軍香港培正小學 U10。有啊！好，可以行過少少啊，近 band 打中間少少位置，咁大家就可以影到呢張打褲啦。好，麻煩咁多位望住自己嘅爹哋媽咪啦嚇，望住家長嘅相機。係啦，身體啫。好，可以咗俾阿勝利嘅手勢。有啊！靚仔！亞軍，杯賽嘅亞軍咧就係油尖旺，有請油尖旺啦。好，隊長記住後啊！隊長記住後攞杯。阿朗加油！係，咁我哋有請隊長啦。好，麻煩可以俾個勝利嘅手勢，預備1、2、3，耶！去晒攞。好，恭喜晒咁多位。好，接住落嚟咧就頒發今次呢個男女子混合 U10嘅 D 組賽事杯賽嘅冠軍，佢哋就係彩虹足球隊。好，嗰邊係啦，去右手邊。好拉晒，個腳露出嚟咧，係啊！跳入去啦！自由標喺度，1分鐘嘅咩？係啊。好啊，個獎杯有啲重啊，咁就拎小心少少啦。係啦，好，可以咗就大家就望住鏡頭，望住爹哋媽咪。好，嚟多張下，可唔可以 V 字手勢啊？勝利嘅手勢。好嘅，恭喜晒彩虹足球隊，咁亦都唔該晒張生。咁頒獎典禮咧，有啊！呢度先，稍後咧仲會有男女子混合 U8嘅 A 組同 B 組嘅賽事嘅頒獎儀式，咁我哋一陣見。夠鐘咯喎！下午茶全部點咗波係咪下午茶？唔會啦。
可能我咧。完場啦，準備15分鐘啦，係嘛？